深言此地境界，三昧也不亲近的人，为作邪入供养，不但不可能成就智慧天尊，则护持正法的护法神，反而会极具黑法方面的诸鬼神享用那些供品及和食子虽然他们鬼神暂时好像做些利益，但长期却负有众多不悦之事，所以应当一心一意皈依三宝。所以这里必须得要听得懂前面所讲的。我们今天做一些，比如说供神也好，供其他的这些，除了这个佛菩萨的跟佛教的以外的这些的时候呢，那当然也是不能说他们没有什么能力，也不会帮我们，或者是不会对我们有利益，也不能这样说，不能完全这样说。但是所有的利益要看短暂性的利益跟究竟的利益这两个来分别。佛法呢，完完全全就是短暂与究竟的利益。佛陀所讲的就是短暂的利益是什么呢？像比如说一个修行人，或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出现任何的这种修行上各个方面的障碍，能够可以为了成佛，所以要一切顺顺来，从顺利，就这样的层面去想的话，那就是符合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修行人的一种需求。那么刚是看像比如说短暂的利益，就我们今天依靠一个实践法、实践护法等等，这种就是有威力的人，有神通广大的一个这样的依靠的一个对境，我们并没有去证述因果，也没有去修菩提心，又没有去做佛法的事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很穷，需要很多钱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很有钱，他就一个起心动念，就说去跟他抢或者是图。如果是更严重的，那就看，如果是抢不到的，就杀死那个人，都是能做得到的这种。那这个很快就得到手，相当就是你去跟人家，你就看到一个人拿了很多钱，你去把他直接杀了，把钱都拿过来了，那就不需要经过多少的努力，把所有的钱都是你的，那相当就是很快速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因果是会存在的，法力是很存在的，会存在的，所以就是这个钱对你真的有没有帮助也不好说，因为这个事情你就可能就这个钱都没有时间用，马上你就是要变成坐牢，或者是他人就是倒过来马上会杀你等等，那这些都会有。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因果的方面来说还是一样的跑不掉的。所以呢，就像这样，那一个人呢，就是也是需要钱，也是很穷，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去合法的去做事情，他该赚的钱去慢慢赚的话，那这两个人选择来说的，那哪一个人才是最聪明的？就像这样去看。那么在这个很努力的就是赚一点的钱，一点点赚的那个钱，他用的时候也是很安心，而且是这个钱对他是真的有帮助的，能帮得到他，而且是那个钱才是真正的属于他的，谁都不会拿走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他也不会是为了这个钱。所以我们就是究竟的利益跟短暂的利益这样来看，我们就是依靠佛陀，依靠三宝就是究竟的利益，那么就是依靠实践法的话就是短暂的利益。就像我们做善事是究竟的利益，做坏事利益自己伤害他人的一切行为，就是得到的都是短暂的利益，就是并没有究竟的利益。而且究竟来说的话，就是让你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因素越来越会增加。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我们要看就是两种利益，就是一个究竟的利益跟一个短暂的利益。若其那些自相续极尽调柔的上师僧人们念诵10万遍的规矩，则没有比这更保险的了。这样他已进入三宝的庇护之下，今生将不会出现任何不愉快之事，一切属于如愿以偿，还会得到善法方面天众的护持，而且黑法方面的诸魔障也不能靠近。那么从这些来说的话，就有些人觉得
也好像我念了很多的归经啊，但是一样的不顺利啊，等等，这种想法也是会有的。但是这些的想法不是正确的想法啊？那么障碍来说的也是没有说相对性的，就是这个障碍才是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才是小的障碍。那么大障碍消除到小的障碍，这个小的障碍出现的时候，都认为，哎呀，还出现了障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这个来说的，就是因为我们世间人呢，就没有神通，也不知道过去的一切的所有的这些业力因果，自己在这个轮回的这个过程当中造了多少的业，谁都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很多方面都是在产生在自己的身旁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啊，今天头痛的时候，头痛的很厉害，很不舒服。然后头痛好了，不知道头痛的感受是什么样，因为过去都没有头痛过的一个人说头痛的时候会怎么样，那谁都不知道。但是经常头痛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就那头痛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啊，有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头痛的时候会很辛苦，很辛苦，他会这样想，但是他没有在头痛的时候，他也想不起来会头痛或者是头痛的感觉。所以头痛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就觉得很不舒服。那这个更严重、更不舒服的时候，会想起很多什么原因等等。尤其没有修行的一个人来说到，那自己的一切不幸福一切不顺利，都是会对其他的人比较，哎呀，某什么人都没有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等等，那就会想起一些其他的人，你眼前所见到的、所认识的那些人的他们的一些行为，哎呀，他们都不怎么好啊，行为在哪里好，哪里不好，反正好的行为都想不出来的，都会想出来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么自己的不好的行为都想不起来，都会想自己好的行为。我都没有就像他那么的没有做那么多的坏事啊，但是他为什么这么顺利，我都为什么这么痛苦，会有这种很多的想法。那么就像刚刚我前面所讲的，很多那种魔鬼也好，很多那些恶鬼啊，这些都是同样的想法。因为这些恶鬼也是并不是什么他那一世会是怎么样，那是过去生都已经造了很多的业，都变成了这么的可怜的魔鬼。同时他有一些威力呢，他有一些神通，所以他有一些能力继续造业，马上可以那一生当中都圆满可以足够下地狱的这种因果的。因为这样的因缘，他就是得到了这种身体，所以呢，就是他也是不断的会增加他的业力，然后就是有很多对一切众生不满意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人的这种幸福跟快乐，全部都是变成他的痛苦。所以我们人也一样，有的时候在同事之间也好，同学之间也好，包括亲戚朋友里面，都是看到他人的一点点幸福的时候，就心里很不开心的。然后今天如果是听到他人的一些不幸的时候呢，都心里面都是应该的，就这种想法是很不对的。所以这些想法呢，必须得要改变，我们要修什么？修这些。我们要达到一个对所有一切众生，提到一个众生的痛苦的时候，对自己能够可以流出眼泪的一个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菩萨，已经达到菩萨的见解。所以我们就是往这个方面要去学习所以就如果真正的没有达到菩萨的这种同等的这个功德的情况下，也是我们发菩提心的情况下，接近能够可以达到，就是对所有的众生有善良心。那么这个是从哪里学习？我们接下来就是会有那个讲发心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方面的就是详细的解释。我们今天不用特别多的解释，但也是最简单，就是从自己的这个附近，从自己的环境里面，先从自己的亲朋好友，跟自己有关系的这些人，然后就是冤亲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自己的冤家也好，亲家也好，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生当中就跟你直接有关系的。其余的呢，就是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就这些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当然呢，就是人是很可怜的，像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嘛，相当就是很多的明星啊，就是有一些他们的那个分饰，对吧？
分师们呢把明星当作是自己的偶像，然后就是崇拜他，但是他跟他不认识，但也同样的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那么就是一个明星有1000个分师的话，那也当然有1000个不喜欢他的人。那1000个喜欢他的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道理的，只是一种贪心，只是一种执着。那么1000个不喜欢他的人也没有任何的道理，只是一种嗔恨心跟一种嫉妒心。所以众生就是这么的可怜。那么这1000个喜欢他的那些，是不是他给他们了什么东西，或者是给他们很多钱，或者是跟他们就是认识，已经是朋友，就是已经很好的，都不是。那么1000个不喜欢他的人也是一样，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是听到他的名字跟看到他的他唱的歌或者是他演的剧这些，然后以外跟他没有任何的半毛钱的关系，但也很不喜欢他，很不喜欢他。一说到他的时候就哇，这个人不算什么什么什么人比他更厉害，哇，都很不喜欢他。你为什么很不喜欢他？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但是自然而然就是众生的因缘就是这样，非常可怜的众生的愚痴的地方在这里。就你喜欢他也是一种贪心，没有必要那么的喜欢他为了他你要跟同事吵架也是会吵架，就是他这样你不要这样。你同时就是如果是骂他的话，你也对他不开心嘛。就这些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过于的执着。所以我们就是要修菩提心的时候，不是这种思想的这种态度。修菩提心的时候要平静心的思想的态度，没有什么真正的这种相对的亲家，也没有什么冤家，这两者都是必须得要作为一个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时间轮回当中呢，只有一个佛陀给我们讲的就是教的方法是什么？一切众生都是做过你的母亲，所以就是你把他们都是当做你母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这是什么好处呢？这里有什么好处？这样你才会修得好。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样的话，你都修不好。你今天把它当作是敌人来看，你把它当作是情人来看，你这个把它当作是我喜欢的对象去看，这个我当作我不喜欢的对象来看的话，那么就众生没有平等的一种想法，没有平等的想法的话，我们就不具足发菩提心的条件。自本作人着康着